华视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新北市幼稚园饲药的争议也未煞。早起有家长到监察院告发到新北市政府，讲新北市政府代夫职守，就是无够认真、无够负责。家长是质疑着市府伫咧网络顶带风向，讲家长来造假，讲是帮市府世界广告，互家长起惊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回应讲，维护着家长甲囡仔健康是因一向的原则。侯友宜讲，尊重家长。侯友宜，你成功了，侯办你成功了，你到处告人，然后带风向，真的吓到这些家长了，你很开心吗？向新北市长侯友宜针对邦桥幼稚园饲药的案件，调高伊对外来大风向。当他没有生病，你喂他这个就是毒品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我其实也说一个坦白，现在我不希望说各界再去带一些什么风向。新北市政府还是侯莹，不要再说造谣，因为这件事是真的。我很早就发现我小孩的不对劲，但是我问不出来什么。有囡仔家长真生气，认为司法高打，新北市教育局处理的态度真消极，互因担无真相，决定要徛出来直接告去你监察院。新北饲药的案件还未煞，阁有家长指出，伫咧5月14号就已经来报案。今日讲新北市教育局无协同检警，就入幼稚园来稽查。验过一直到5月18号，检警才发动第一批搜索，相关的证据早就拢已经无去，甚至到6月初5才入幼稚园来采检。爱家长找民意代表真情，才愿意重视这件代志。我们维护家长跟孩子们的健康，这是我们一项的原则。我们尊重家长。针对饲药的案件，根据林团媒的民调，敢若2成外有满意市府处理的态度，有7成是无满意。那侯友宜施政的满意度嘛，为去年3月初2的68%28，落甲剩30%95，总共是落37%外。另外是有63%71的人是希望侯友宜来请辞，专心去投入选战。看起来虽然讲检调公布无法无验出动物，验过家长想要爱的真相，到打犹原无答案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